雷家的家主死了，唐门的老太爷也该死了吧？你们不要出手。老头子，我和雷门3代门主几十年的恩怨，就在今天了断吧。通哥，这唐门还有这般返老还童的功夫吗？这不是什么返老还童，只不过唐老太爷将毕生功力同时散出，看来他是要拼死一搏了。唐老太爷毕生的功力不好打了。老太爷，唐门最厉害的暗器手法是什么？自然是万术飞花，漫天暗器如雨而临，根本无处可躲。可我16岁就学会了这万术飞花，以后不是没有半点精进了吗？哼，那你想如何？我想以天下万物为暗器，以自己为暗器，届时我就是唐门100年来的第一人了。好，是我唐门人该说的话。可惜我唐玄策活了这么多年，依然还停留在那万术飞花的境界，实在不如你啊！若我今日死在这里，连月，唐门还请拜托你了。